各位牧者、各位老師、各位弟兄姊妹，在座咁多位朋友，你哋好。今日係我嘅榮幸咧，得到老師啦、同學信任同埋投票咧，以畢業班嘅代表咧喺呢度發言啊。咁啊喺崇基神學院咧寄俾我哋畢業生嘅嗰張神學日嘅邀請信咧，個信紙下方咧有一句係咁樣寫嘅，我唔知我哋有冇留意。佢上面寫住自由與保守互相尊重啊，看來咧係神學院咧認為重要嘅價值。喺我哋身處嘅呢個禮拜堂咧，我哋望去後方咧，上面有中國13間基督教學嘅校徽啊。呢幾間基督教大學嘅校徽咧，象徵住崇基學院呢一度咧，承繼住呢一啲1950年代初消失咗嘅院校同埋佢背後嘅精神。所以正因為係咁咧，今日咧我就嘗試用神學院呢張紙上邊信紙上面嘅理想咧，再借用中國基督教大學，亦都係我嘅研究裏邊咧，過去超過100年嘅歷史咧，試下一齊去反思咧，究竟呢兩句説話同埋呢段歷史對我哋有畢業生嚟講咧，有乜嘢當下嘅意義？自由與保守啊！驟眼看來咧係一個時間點上邊嘅關係，即係話左手邊係保守，右手邊可能係自由。然之後咧，保守思想嘅人士同埋嗰啲嘅思想會隨住時間咧一步一步咁樣咧向右方走。隨住時日同埋反省，佢哋會進入自由嘅樂土。不過咧，如果我哋回望歷史咧，我哋就會發現咧，自由與保守之間嘅關係咧並不必然係咁簡單，甚至係一種循環來回、錯綜複雜嘅時間關係。喺部分中國基督教大學成立嘅時候，有一啲西方來華嘅傳教士，嗰個時代咧有一啲係晚清時代就建立咗學校，教育同埋考試制度咧係我哋都唔認識㗎啦嘅傳統科舉考試。喺呢啲科舉考試裏邊咧就強調背熟嗰個4書5經啦，然之後就透過對傳統儒家思想嘅學習咧，去培育咧有品格嘅人，然之後佢哋就去服侍社會、建設國家。以今天嘅語言咧，就係強調咧對呢啲背誦嘅文科啊，覺得呢種嘅文科咧對品格培育咧係非常重要㗎。咁不過咧又隨住時代轉變咧，有啲嘢唔同咗。隨住西方嘅即係列強殖民入侵啦咁佢哋咧傳教士咧，除咗帶嚟咗我哋今天認識嘅基督新教裏邊嘅福音，亦都帶嚟咗西方嘅科技啦、科學啦、數學啦、醫學工程等等好實用嘅理科知識喎。咁開校初期咧，呢啲基督教大學嘅收生咧，好多時咧都收唔到呢啲理科生㗎，因為佢哋覺得呢啲理科嘅東西咧冇鬼用啦，咁不如即係學返4書5經。辛亥革命1911年咧，清政府咧就倒台啦，科舉制度當然係冇保留嘅。隨時代發展咧，又幾得意喎。西方嗰啲理科咧，嗰啲有用嘅知識咧，所謂有用嘅知識就再被重視啊。因為咧呢啲實用嘅知識咧，似乎咧可以有助國家圖強，對抗咧西方列強嘅入侵，甚至民國政府一啲海外嘅留學基金咧，佢哋都係只會頒授俾嗰啲理科生。整個重理輕文嘅思潮基本上冇變，直到中國共產黨上台啦，教育嘅方向基本上都係類似。但係咧又徒有呢個實用嘅高深頭腦專業知識，但係欠缺咧應有嘅品格德行咧，其實都唔係基督教教育嘅理想。結果咧，中國基督教大學喺內地冇辦法繼續辦嘅時候，1950年初就嚟咗香港，有一啲嚟去咗台灣。去咗唔同嘅地方復校，就重新強調翻一件事，而嗰樣嘢咧就係呢啲基督教大學成立開初由美國傳來嘅所謂博雅教育或者全人教育 （liberal arts education）， 強調咧喺嗰啲好專業嘅知識嘅學習以外咧，你嘅靈性啦、我哋嘅社會責任、體育啦、品德啦，同埋社交等等呢啲咧，全部都係同樣重要。個理念咧就好似神學日邀請信個信紙裏邊所講靈性同埋學術咧係彼此結合。如果咁樣睇咧，究竟乜嘢先係保守咧？係文科保守啊，定係理科先係保守咧？定係兩者嘅關係咧，比我哋想象之中咧係錯綜複雜？時而一個咧看似守舊古老嘅概念咧，佢可以係一個帶住反省同埋挑戰現有思潮嘅概念。
事實上咧，喺我閱讀呢個歷史同埋去做功課嘅時候咧，係唔止理科文科之爭㗎。究竟應該決志傳教行先呢，定係教育社關行先呢？同樣係我哋今日到以前嘅中國基督教史上面呢，係一個不斷調轉位置嘅爭論啊！當我哋以為咧報道傳福音係哇呢啲古老硬銷嘅手法，佢可以咧係一個不談信仰世俗化時代一種回應。又當我哋咧以為基要主義咧係老一代嘅產物嘅時候，佢咧亦都以唔同嘅形態成為咗呢個後現代社會裏邊嗰種凡事好唔確定、想法對錯咧係搖擺不定嘅一種回應嘅力量。對我哋嚟講，包括我自己在內，崇基神學院嘅畢業生最困難嘅地方咧，絕對就唔係接受咧更自由開明、更創意新潮嘅神學思想㗎。咩後現代啊、後殖民啦、直好兒神學啦、動物神學等等咧，都至少我哋都會覺得係冇話唔得嘅，甚至覺得欣然接受。然而咧，真正挑戰我哋作為崇基神學院畢業生嘅，係當我哋遇上呢啲所謂保守嘅聲音，可能唔係聲音啊，有時係嗰啲細節，有時係我哋進入教會裏邊嗰啲制度、嗰啲事工或者嗰啲人，就會發現咧好難去與之團契，亦都即係邀請信。頭先我講嗰句嘅英文譯翻譯係 Fellowship of Conservatives and Liberals， 我哋發現好難與之團契。今日咧，我哋即將要進入教會、社會機構、學術界唔同嘅場景裏邊去服侍上主。如果我哋能夠睇到保守同自由理念嘅錯綜複雜，甚至係循環不息咧，我哋或者可以更擁抱同埋實踐神學院喺邀請信紙上邊嗰兩句嘅未完理想。完結以先呢，我就要代表同學啊嘛，我要多謝好多人㗎。咁啊，啲同學咧就一日 WhatsApp 啦，就問下有啲乜嘢人要多謝啦。咁啊，就甚至有啲同學覺得咧，都要多謝佢未出現嘅另一半啊，令到佢咧可以喺神學院嘅時候咧可以用功讀書，係啊。咁啊，由於篇幅有限啊，恕我冇辦法咧咁樣逐一多謝啊。咁啊，但係我都會一個群組咧感謝一眾喺同我哋一齊同行嘅朋友。首先感謝神學院嘅眾教授、牧者、行政同工同埋整個嘅團隊。感謝你哋喺呢幾年啦，喺神學旅程當中為我哋提供咗平台，親自成為教授、成為教材，讓我哋反省、學習，讓我哋以你哋為鏡。感謝同我哋神學生一齊同行，可能喺背後嘅教會又或者機構，以及當中好多嘅弟兄姊妹，無論係財政啦、實習上啦、督導上邊、行政支援上邊，都肯定係強大嘅後盾。我要代表畢業生多謝我哋嘅家人，因為即使你哋未必係神學本科，未必明白我哋喺度談緊嗰啲懶係高深嘅神學語言，你哋都係同我哋一樣 into the unknown， 但係你哋仍然不離不棄，精神同物質上支持到底，甚至今天呢，好多就坐席喺當中。我要多謝你哋。最重要係感謝上主，讓我哋喺過程當中，我哋經歷痛苦、困擾、不安，又讓我哋浴火重生，不斷成長同埋繼續前行。我哋畢業啦！神學院嘅邀請信嗰個信紙下方，除咗封信啊，除咗話俾我哋今日係時地人啊，同埋驚我哋蕩失路有張地圖之外咧，更加留下咗一個未完嘅邀請，容我再次讀出：保守與自由互相尊重，靈性與學術彼此結合。願呢個咧成為我哋無論係畢業生啦，定係在座每一個進入到去世界嘅一個未完嘅理想，繼續努力。畢竟啊，呢句説話咧唔係神學院俾我哋邀請咁簡單，我信呢更加係上主對畢業生在座每一個信徒嘅挑戰。我哋一齊加油，多謝。